各位香港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唔講虛嘅，唔吹水，專門同大家講翻幾句真心說話。大家好，我係明仔啊。近期咧，好多香港朋友問到我啊，中山而家出咗新嘅15+5規劃，由2026到2030年，究竟對我哋香港人買樓有咩着數呢？sales 日日同你講起高鐵、起城際、打通香港醫療，以後一定爆升。我今日直接同你拆穿晒佢，邊啲係真紅利，邊啲係畫大餅。香港人買樓應該點樣去避坑？首先，大家記住一句最關鍵嘅結論：中山而家係冇普升嘅行情嘅，就算有15+5規劃，都唔會成個中山一齊升價。未來咧只係分化，好盤保值，爛盤死盤有價無市。仲有一樣，香港人而家去中山買樓咧，唔係去炒樓嘅，9成9都係周末度假、退休養老、第二居所。你如果仲抱住買完就升、短炒賺錢嘅心態咧，我勸你就唔好入嚟中山啦。首先講翻交通，呢個先係我哋香港人最實際要考慮嘅問題。成日聽到 sales 講呢度有城際、有高鐵，未來直通香港。講翻句真心說話啦，規劃係規劃，通車係通車，兩樣嘢完全唔同噶。第一，三鄉同埋坦洲呢兩個地方咧，係而家香港人翻屋企最方便嘅地方。近港珠澳大橋，近拱北，有直通巴士直達香港，週末上嚟落腳咧最舒服嘅。但係大家要記住啊，15+5規劃入邊，三鄉同埋坦洲係冇新嘅城際鐵路嘅，未來5年咧都唔會有，淨係整下路、整下配套嘅啫。所以佢嘅優勢咧係現成嘅便利，唔係升值爆炸。你買嚟養老買舒服就啱嘅，你係博軌道爆升就令你好失望。第二，翠坑同埋馬鞍島呢度咧係對接深圳，唔係對接香港啊。好多 sales 同你講超級利好，但係你係香港人嚟噶嘛？住馬鞍島返香港要兜成個深圳，要兜好大個圈，極麻煩。所以馬鞍島只適合一種人，就係又跑深圳又返香港，純養老、純返香港度假嘅咧，呢個位置就唔係你嘅首選啦。第三，石岐、東區、旗杆新城市中心板塊呢度咧就贏在配套，醫院、商場、街市、學校全部都係最齊嘅。但係咧佢唔近口岸，來回香港咧都係最耐嘅，適合長期定居、退休養老，唔適合週末快閃度假。跟住咧同大家講翻最中意問嘅問題啦，就係醫療、福利同埋互通。好多人聽人吹水，中山可以用香港醫療券，香港醫保可以直接報銷，養老超級爽。真話同你講死，而家係未通嘅，都係試點，未完全落地噶。15+5規劃咧係慢慢確、慢慢試，唔係明年就全面同香港一樣。老人家大病咁要手術，始終都要返香港再穩陣。唔好將未來嘅規劃當成而家嘅現成福利，買咗先發現貨不對版。政務方面咧就真係方便啦，而家回鄉證可以直接買樓辦手續，唔使日日過關跑。教育咧就唔使諗啦，如果你個仔女喺香港讀緊學校嘅，中山個學位對於你嚟講基本上就冇作用噶啦。再講翻15+5對樓市最大嘅改變，呢個直接影響你保值同埋未來轉手嘅。第一，而家開始全部都要好房子、好小區，新樓嘅採光、層高、隔音、綠化全部都要升級。換句話嚟講，以後係靚盤先保值，爛盤越住越貶值。以前嗰啲咧密到鬼咁，又窄、採光又差嘅細單位，以後二手根本冇人要。第二，徹底係冇得拆噶啦，成日有人同你講咧，呢條村好快拆，博拆遷賠償，我同你講冇噶，而家全部都係微改造，整下路面、花下外牆嘅啫。拆遷暴富嘅時代，中山已經結束噶啦，千祈唔好去賭客。第三咧就係租金唔會升噶，而家政府收咗好多二手樓咧作為保障性住房，租金嘅競爭壓力好大噶，
中山嘅租金回報率咧得個1厘幾嘅啫，絕對唔適合收租投資啊，只適合自己住，順便租下補下管理費，唔好諗住靠住租金嚟揾錢。唯一利好港人嘅咧係我哋買樓唔限購，唔使額外交稅，同內地人一模一樣，好公平嘅。咁再講翻實操，教大家用翻最簡單、最實用嘅方式去買樓。第一種，大部分時間喺香港，間中落嚟中山度下假，養老唔長住嘅，首選咧係三鄉同埋坦洲。三鄉香港人嘅氛圍夠晒啦，港式嘢食，生活配套齊全，環境舒服，樓價又唔誇張。坦洲咧就贏在口岸，過關最快。但係咧，絕對唔好買旁邊嘅神灣下遠郊超級大盤。以前好多香港人中招，個個買完空置，商場死晒，冇人住，二手放盤一大堆，平價都賣唔出去嘅。第二種咧就係準備落嚟中山長住、退休定居，想要舒服、配套齊全嘅，首選係石岐、東區、旗杆三城。成個中山最旺、最方便、最有煙火氣嘅咧，就係呢個板塊啦。以後轉手咧都有人接嘅，本地人、香港人、深圳人都要，流通性係最好嘅。第三種咧就係經常兩邊走，又要深圳又要香港，首選咧火炬開發區，其次係翠磡新區。火炬嘅配套成熟，價格適中，有產業支撐，所以本身樓市都比較活躍，未來轉手咧都係好方便嘅。翠坑咧就係長線規劃，短期咧絕對唔熱鬧噶，建議長線持有。未來都有深中地鐵，係長期吸收深圳資源外溢嘅板塊。第四種咧純投資，想炒短期升值嘅，講翻句真心話啦，唔好買啊！千祈唔好買。中山而家啲庫存極大，好多浸區賣樓都要賣7-8年先賣得晒。你用香港樓市嘅思維炒中山，實炒九輸噶。再講翻大家最容易忽略嘅實操嘅坑。首先，港人買樓咧係冇特殊稅嘅，同內地人咧係一模一樣嘅。首付咧而家都好平，首期15% 就已經搞得掂噶啦。最長時間可以供翻30年嘅，亦都可以用香港銀行大灣區按揭還港幣，唔使煩匯率。但係咧有樣嘢好多人容易忽略嘅，就係持有成本加埋轉手稅，好貴噶。你買咗空置，管理費照常交嘅。最致命嘅問題咧就係5年之內要賣咧，一定係冇得賺嘅，甚至咧係蝕本嘅。因為未滿2年咧要俾增值稅啊，稅費會蝕晒你所有嘅利潤，所以中山樓市咧只適合長線自住養老，想短期走貨炒差價咧完全唔適合香港人嘅。最後咧送俾大家7句真心話，技術咧就唔會踩坑嘅。第一，放棄炒樓心態，中山咧係自用市場，唔係投機市場。第二，規劃係未來，配套係而家。買樓正信現成兌現，唔好去信啲 PPT 啊。第三，買新唔買舊，買大唔買細。110方以上嘅3房、4房先保值，細單位以後冇人接嘅。第四，千祈唔好買全香港業主大盤啊，個個空置，個個放盤。你想賣咧，就大家一齊搶住跌價賣。第五，絕對唔好去賭拆遷，而家係徹底冇得拆噶啦。第六，醫療始終係短板，養老可以，但係大病咧一定要返香港嘅。第七，買之前問下自己，我以後如果要賣，邊個會接我盤？如果冇人接盤嘅咧，再平都係陷阱嚟嘅。總結翻一句話，中山155係越靚嘅盤越保值，越剛需越平嘅盤越貶值。香港人嚟中山係買舒服、買養老、買度假，唔係去買升值嘅。想安穩養老咧，選擇三鄉坦洲嘅優質盤；想長期定居、生活便利，選擇石岐、東區、
旗杆生成。想兩邊通勤，選擇火炬、翠亨、長線慢慢守。想炒樓揾錢呢，乾脆咧就唔好買中山啦。咁如果你睇中邊個區域、邊個樓盤，唔識得分辨好壞嘅，你留言翻俾我，明仔幫你實事求是分析清楚。